够水咧。像我种的做40年了啊，别人发觉我哋蛮种的，种汉太太不是，哎，唔定我同我想乜嘅，我想我可以发出个咁咩咧，向人种比安太咧，从西瓜安太咧哩，我话你咩呢？你系剪机，冇剪拍的时候，都是高接落去哈，要剃刀，剃刀哈，就要敲仔呢，敲仔落去离唔系太烈。你啱下剪用刀，哦，剪刀工哦。对啊，公了了哦，我天一讲还是来咯。音乐啦，想做到11点钟，除非是落太热做些唔得，按摩当日来讲，困了离宿谈情说爱一下，冇都是就冇打太太的离婚啊，就是麻烦太。小姐，我要零花包。那麻烦你一下。买了发包从下第一个离山个行落来啊，了小发包，我小就2万几，因为我小呢将的结合个礼数单哈，怎么打理，怎么开发，怎么打理。我最小的女儿，好吧，进去睡，出来大概可以粘了。咱阿爸做啊，做有姜哦。
做细汉做到太，你加配帮他讲个天做，哦，做点是都动刀些，啊，你家私又无好，新闻院讲，东江见做的了钱，见迄件冇做，几多下做，无法度。对啊，要宽几寸钱呢，磨像宝贝一样不行。有啲古籍的到了俺最冇有50年以上啊。最早的老祖宗就上骊山，然后看见个骊山啊，列法宝啊，从啊渐渐归天呢哈，就是想啊，嘿，这种的东西啊，还没拿转来，待会儿往山树哈，你就会变样说，啊，就是当年是进去演变到了嘛，如法宝来接了往山里。往北往山就见是新桥，有啲古籍的同學嘅日件賣得200橋多。你农今年呢成功跟失敗是考慮這裡嘅。我前幾年過去人聽小翻譯做，佢讀到6月，佢到連續6月禮拜2，你發包啊，就會見早關牌，全部個反過。天意都不成功，沒成功，又沒忙啲啊。係錯㗎，錯，佢都叫中㗎。我冇想到咯，想太多我頭南冇就白掉了，拍拍嚟個冇用。我哋發包種下啲嘅離山嘅行，今年啊唔是看到呢，啊種下看到發包呢，因為幾個離山啊，佢發包落來年咪冇落來啊。你也去公園啊，發包了家私，啊哈唔好掉。係話300，我哋賣出去係有300人啊，350啊，400啊，啊好啲就趕緊電梯樣嘅，會有1000個橋，幾愛我接下來，我是我當然賣，迄件買些，我是要垃圾電梯就好咧，啊所以講，你阿媽好哋平時有啲高質地啦，迄冇高質地就是我哋發包無效啊，乜解就無效啊。
像我个朋友啊吼，啊，佢应该买法宝啊，听讲是8个万啊，开始有法宝翻了啊，拿现金落来咱唔买啊。今日较啉，真歹找哦。这花棒足水的，啊，这个鸡条嘛，足袂讲个大鸡，真好食啊，安尼啊，水哇，吼。那个铝的家私啊，冇办法留10个20年前嗰種嘅家私。我買李鳳嘅影響係嘛，基本上冇影響，因為我做啲生意係餘量來賺嘅利潤，越多量，利潤就越多。今年发包可能唔啦，还真多啲农友吼，还真冇发包呢。比如讲，像你们就讲啊，600件啊买冇700、800，进城行来了。因为呢中间吼有本该生理人吼控制到佢啦，所以佢啊有货就可以囤入病库度，佢慢慢出。安尼，等到个哎呦，运气加差唔多咧，其实不出货。因为经过那个国家的技术人了后哈。刚开始的是哈，当下对离山裁缝落来本来的使用，结果因为东西哈只有1600件，所以讲哦，刚才打枪那个离山的裂缝哈，差不多是控制了30%左右的裂缝的呢，冇啦那个农药的使用，所以讲对民国77年噶哈，哦那个强国合作社，其实对那个日本的形象引进过了盘的裂缝利用的使用。安尼。听讲开始了，嘛两个小贩。无啦，你收几钱啦？哦，你收几钱？你无喺度倒啦？聽講就呢個兩邊鋪啱蠻多，蠻多。聽講中下是量。哦好。无啦，冇你看那个农药，我起码都紧张哦，倒来离缝，一般离缝就倒来忙啦。到了闷啊，你天公的时的中啊，就凉的啦，天公不来啊。所以讲接的时间也到的啦。暗家不来啦，暗家不来。2多年来吼，拜托那个接力的时间啊，超哪是7个啦。当年都接那个农药的天发，一风那时不到，那时不来，然后等到那时安尼。农药往往吼，就是像抢头标的，我要先拿到风，我将就把做按上我写啊。按那做接的人，今仔投标那接了唔好，佢还要天意标好接啦。按那讲摆到七每人摆咧，家一次机会呢，一次那接了唔好，哇，竟然这连尴尬都冇咧。哦，所以讲，对待利润来讲，係一做拿到利润，直接安心。
因为离缝诶有60-70%係對日本過來。其實2多年來吼，日本嘅離縫實際上入到東無順勢，尤其到因個裁縫嘅時間，那個風險常常會來。所以講因今年吼突破種種嘅困境，對於那個大陸迄代進那個南水嘅那個品種但是那個因為係新嘅品種所以講我哋吼越強啦。從生意大機炮樣吼，越強越好，個本農民來佔呢，可是得有較好嘅成果嘛，今年嘅生意較好啲安尼。大家好，大家好。举重。人家各位班长、各位服务员人今比開會，啲人乜嚟正式開始大家去拍手反應今比想講，嘅地方本身日本有太可得到啦就想講嚟去看的大陸嘅地方，看太上有法度接受嘛按也是主題是係安尼你看啲安尼上班先來啊！你啲家嘅公司嘅人個個欠落來你個係台上當經驗嘅一間人差唔多100甲左右圍牆伊用個細筍磚嚟圍都圍佢8公里，常圍個萬里長城安尼因為大陸嘅公司也較便宜，比日本嘅那個地方講營養為2/2嘅成本，但是那個當到利農對個大陸嘅那個地方慢慢有信心啦。3斤到5斤啊，唔係反正就唔冇，又唔會營養到太出來。要廿次啦，人家3日就要叫嘅，你係對日3日要功夫嘅。兩萬字各位看有乜意見嘛大概那有乜問題兩萬字時代提出來，大家講希望大家有嗰塊拿出來講我嘅感想大部分總下多條錢了錢，俺都唔敢嗌今年冇成功，明年我做過，看我有成功冇。結果呢，以前講都有賺到錢2多年就見搭，搭到應該像4個歲一樣，就走ไป了，就發。所以講，都從你開始頭咧，馬家中，就同時去了系統部。兩個是從擺到總幹事本來係那個農民都叫你用來收本貸款的，知道嗎？我們年賺到錢了是吧？我现在一直找找那个没有开花的。冇開花，你花冇絲皮嚟所以有個接過今年的風，特別響只可能有個長接有一半嘿。完全酸難酸呢。打仗的種下從來也沒有，打仗種下從來當然那個成本支出都加當多了呀，係啊。係啊，天氣咪好啊。你咪以後結果都
接着唔好买真好啦吼，是得冲来一遍咩啊？咩叫人生都冇法度冲来的呀，系啊。冇乐观是唔对啦，不卡就读到921太体痛，好，木就专排前导户，起好咧，又读到个青年水灾，规个木卡又搁重新来过，所以讲像这样呢，唔怕重来就搁重来啦，唔怕啦。食了若好，咱就加收一说，若唔好的是，就唔怕啦，明年搁来食就空宽啦。人生都是安尼啊，像无好。那在国外的话，它大面积栽培，它只要下一个肥，然后采收的工，1公顷成本不到30万。那在我们这里的话，高阶里光高阶这个动作，1公顷就要花掉30万以上。你的竞争力在哪里？没有。所以改良场在民国74年就开始做杂交育种的工作哈，希望育出适合在台湾栽种、不需要每年高阶的品种。用不同种的花来做授粉哈。我们希望说创造出一个品种，它生长势又强，然后长出来的果实又好看又美丽，然后卖的价格好又好吃，所以我们做这个杂交的动作哈。我们杂交拿到的种子，从种子播种以后，它有一个幼年期限，它不会开花结果，那这期间就是等待。那运气好的话，就是说4年以后你就顺利拿到果实。果实的性状，经过你分析，也是你想要的时候啊，哈，大概就花掉10年了。再拿出去请农民试种，农民觉得 OK 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这运气很好，一路顺畅的话，大概15年跑不掉。那梨的育种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那虽然这个成功率啊，哈，可能不到1%啊，还是有一点运气成分，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好。那是一个期望啊，哎。也是营养剂啦，喷落个花期较杂。一天呢，你睇咧一天有多高，无光去万期哈，根无可能讲饲甲这边按太粒啦。
人要讲，哎，每年炸个哦，总下太粒的哩哦，每年炸个总下细细粒，人吃饱饭，人就要讲呢，啊，每年哩嘛好，总是细细粒啊嘞，哎。有一部分人这个要求讲熬过较好的，因为人现在一直在求好，一定要达到100分了哈到100分啊！伊想讲哎，俺试的还没有试超过100分，所以佢下过来收分，收分固比酱，固比啊酱。过来哈。佢收分落嚟哈，就像人女生怀孕那样，就是着床以后哈，就是唔驚講落角，哈，那個落雨啦，哈，佢那個叫個唔驚，等於講熱熱的都是濕的放在口袋裡的啦，哈，看冇特別安尼啦，哎。我俩都收粉啊，粉好了后将慢这个太太，天时了从唔定那个落雨啊，为到保险嘛，把这个立边太太落去，雨来就唔惊，较小得。接理我师傅啦，这情况天时啊，大概人无保证讲啊，今年太离接落去有当好也当坏了。我是白公甲3万都拜，甲甚至都拜，拜叫做保护恩。有啊，白公忙行也是去的。我花费当多时间去上班呀，有时间的人就落去做。我当想做，问题我没办法做啊，因为我没个时间好做，所以我是看望天公较天寿安尼，天公今日莫看我落雨，莫看我寒流来，我就没法做。又没法去搞安尼啦，大绿饭啊，这天会炸，我顺过了。安尼顺往复安尼做啊，最起码要2上安尼来做。大概看人熟悉，只要个病人熟悉，所以是唔得可以原地踏步是叫接天而行是叫个啦。
俺哈看到多些哈，俺不放了，过较重。俺个习惯啊是以时间来办呐。60万年了，60万年没落水，因为那没落水哈，像那么的里，那么看了好好，看了然后好，啊一下水一下落下来时啊，那会变，所以你们吸水吸太饱啊，不是状态的就变了安尼。家下好接的时候，家下落水是冇好。啊，哋咪希望佢落水，啊，唔過佢要冇落，哎呀，冇辦法啦。天公沒做人事噶，他把佢又沒有做配啥呀？哎呀。问题说他就不开挖。可能啊，人啊两就接啊。冇我接一头那个。你是接的南水啊？对啊。哦。我哎，以我来讲就冇好啦。哎啦，以我来讲就冇好啦。我这几头刚才看到全鸡扒油呢，其他种还没有哎。哎呀。剪出来哟，冇剪出哟，掉到冇2點呢，就拿剪皮。哦，更怕啦，反正我按多過去咧，係啊，還老貴哦。今年下喺度講，哎，日頭南水喺度曬個路船接，我講啊，接到好唔係個地，萬一接唔忙啊，咪半年燒啊，咪燒啊。咪好啲頭兩地，好啲接到第8度啊。空喺度接。这样子最起碼嘛，看到鄉外的蔬菜咧啊，鄉外的農業的接的情形，咱就看下咧，感覺上吼成功哩啦，唔係一個啦。啊，我興個嘛是慢哈。嘛是，感謝，真感謝，真感謝你個葉班長，感謝。係啊。今年南水啊，天然世界啊，以东西期来讲啊，就想叫咩啦？见有堵到，俺农会总干事大概是骂咯，骂讲，还没有事要讲拿钱来补俺啦，啊拿钱补没补地方哦，供啊补啊。是这个农友开始接来后哈，他把上到最近无搬家无小农嘛的，然后最近哈，那讲过去2-3年过下年都冇熟悉的话，当然改动放弃嘛放弃，但是跳了唔係干南水这个品种咧呐，还有其他品种嘛，还有其他品种还是过得去啊。前辈嘅呢，你看。经过几下摆失败哈，将就把土研究那个果接的技术，所以讲，咱将提前年呢，我会唔死心啦。这接梨子到现在没有一天可以休息的。
对啊，每天都很多工作啊。哪有中秋2日？老板有没有中秋2日？每天嘛被梨子赶，梨子会赶我们来工作啊。像刚才下雨呀，我太太就和那个老天爷讲说，你要下晚上才下，现在很赶工啊。看天啊，找人都看个像看天，看无好天嘛，好天就做蟹啊。唱个最快乐的时间是安尼，天时好，蟹紧做，紧做入去。像蟹像做唔会拍嚟样嚟，加紧紧做。像你们唔是做蟹，蟹久很好讲无人做，你的心情就冇安好。万一身体状况是在10年、20年，有咩行过没得理啦？看有嘛办法，研究较上工，成本较低，又好休息。还有咩人可为了你去研究的哈？除非农民了后，就干那生理人来拿，其他没嘞。原来果农都是用报纸来做纸袋，可是一个4两的报纸，它会吸8两的水，所以整个树都压断了，颗粒无收啊。所以我看果农这样损失那么大，我就建议他们用强韧的牛皮纸加上缝纫，想起来也是30多年前的故事了。缝纫纸袋就是我24岁发明的，24、25岁发明的，今年都64岁了。我从开始做水果袋到现在30、40年了。最少做过100-200亿个纸袋。水果袋里面最困难做的就是季节里，附加铁线，要有涂布防水、防虫、防菌、开窗、透气、耐候、湿墙、遮光、透光。一个小小的纸袋呢，它很多的技术层次的要求，不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你就可以想得出来，需要跟农民做田间试验10年、20年。这样的话，这个手就没有50间。你那个拍牌哈，今嘛来个给种了2家地，那我都个介绍哈，这个做事。这个打并不是要
而是用震荡的目的把它的那个气血打通。哦，我唔捌看过遮健康的，拢无爱，你看唔敢爱。啊，这个有时候有时候会出痧，这个很健康的身体就没有什么毛病了。哦。民俗疗法是因为我爸爸妈妈脚不能走路，我去学会了以后啊，知名度都比北洲都较悬呢。即摆拜6礼拜我看的人拢20-30个，到即摆已经拍过2万几人，2万人次啊。当时要开馆。无爱开馆了，开馆手会动袂掉。因为看到农民那么辛苦，哎呦，开刀啦，手疼，对不对？这里做的是整个冬至里面它最独特的一种单果套袋，一芽它长出3-4颗哈，它不要用一个大袋，它用个别的小袋，不会互相干扰。好，另外这边有很多的叶片树，它跟这个果粒很接近，它光合作用产生的那些糖类，它直接输送到果粒里面，所以它糖度原则上都会比较高，这样子。好，它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比较耗工。每一个果农都有他的独特的经验，累积起来到今天呢，变成东市一个很根深蒂固的、互相要超越的这种风气出来，很不可思议啊！已经做了20年了，可是到现在仍然有果农要求这里跟我改一下，这里改一下，也许是很小的地方，可是因为这种研究创新，就改变了整个东市的命运，也带动了台湾的农业奇迹。今年较幸福，无拄到寒流，所以大概结果率啦，总还是9成以上。咱太社个有一个心理准备啦，今年啊，可能要拍组啊，加组要加料的啦，因为大概个雨命。产量太多，系嘛？这边滞销啊，安尼，还是当然的价钱是落啊。是安尼啊，当然蛮来讲啊，佫唔知讲了何去何从啊。
每一年哈，总下可能卖个卖2000万元啊。总下就做了卖本手机啊，其中下空来销。啊，品质还不错了，都可以。它的甜度、色泽什么都有到，只是说今年价格比较差。今年价格真的差很多，差往年就差了一半价钱。尽做尽挑骨啊，莫看人家们在挑骨啊，安尼啊。因为做毛菜前是尽挑骨的。果农真的是一年旺过一年了。今年无谈，明年定来了。两个人吧，3000块钱前，他们赚160、170啊。干嘛钱呢？他们钱了太，他们还上班呢，然后叫我朋友我忙做啊，咱叫咱打拿好嘞，叫打拿我来做几年来，较好伊做饭啊，3、4年唔是上。啊，2年咯，伊做看是料多，都唔敢做安多啊。啊，所以讲你买那讲太厉害，当到不用去爽啊，唔可以做啊，用你唔买。反正唔办，就买就买，就买啊，唔咩人要咩啊？我买别的，伢买就买。啊，无就本有而家係咩啊？啊，干咯，买要多插钱，坤地中管冇啊。做了你的成本太高诶，我满意了，不管系配料啦、哈利水啦、包装材料，总下起价，啊，干人个卖出来多落价，安尼就挺死啊，嘿咯，冇办法啦，我们经常做下好啲啊，嘿啊，啊个结果又咪行多了。很多的失败的命运啊，没办法啦。唔係講係只人喎，所有嘅工農做下安尼啊，係啊。像我啊，我小的是小人，但是恁的是杯酒咯，也是学生看小的啊，啊冇人学。恁个酒厂好细脚个样呢，唔对啊。恁较多有咩苦诶，养上过苦诶，唔係話俺技術吧，俺技術現在真好。啊，問題講係技術係安呢，啊，有冇個做啊？還係要繼續做，繼續個奮鬥啊，冇人做。